讲到咱人会惊寒，动物也是会惊寒呢。台北市伫去年就针对着宠物照顾原则发布一条规范，只要伫天气温度10度以下，也就是超过35度者，主人就要甲宠物照顾好10层，若准去互检举，会互动保处罚钱哦。天气拄回温，着民众带狗仔出来散步，搁特别甲因来穿衫，就惊宝贝寒着。散步会让他们加衣服嘛？哈，那如果在家里呢？开暖气啊，就让他们就是一起吹嘛？哈。对对对，然后夏天开冷气，所以电费很可怕。咱人惊寒惊热，宠物嘛同款。为着要让主人拢有这个观念，台北市动保处去年2月发布饲狗仔、猫仔的基本照顾原则。若拄到温度10度以下，主人就要让宠物有所在通避寒，若无会罚2000块。台北市会制定这个动物饲养基本照顾规则，事实上是参考美国，它有一个动物福利准则，也是弥补动保法这一块在所谓的适当温度并没有办法明确定义的情况下，给予一个温度的规范。动保处表示，最近常常寒流，主人会使替猫仔、狗仔穿棉被、毯仔、烘炉等等，嘛提醒一寡甲宠物饲伫门口的主人，就要特别注意，只要有人通报，相关人员就会替盗接仔去现场看，假使若违规，就会裁罚。市府最近已经接到3件互人检举的案件，不过若带去公园散步的，要特别去处理。记者陈雅文、李小凯台北报道。